当你来到咱新营我想有足侪所在好耍，但是咧好耍嘛是爱人导引啦吼，不能在地而且甲大家慎重介绍，因为咱新营的铁道园区即摆拄好办一个活动，也就是这个新营甜蜜圈的这个活动你若有人芳咱若假日的时间。嘛是会当来我们新营铁道文化园区，只要搭火车来到我们的新营站下车的话，其实走路步行5分钟就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后壁现在也有淑女村，我们的盐水其实它都可以透过骑脚踏车来到这样子的糖铁串联。所以其实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其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礼拜6日都是一个适合我们疫情当下保持距离的户外友好活动。欢迎我们全台各位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新营感受一下新营提名节的快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2020年完工的新营铁道地景公园，荣获国际景观建筑师协会景观大赏卓越奖。园区有1.4公里长的糖铁自行车道、草原、广场、铁道户外教室等亮点区域，连结邻近的台糖新营铁道文化园区，成为新兴观光旅游热点。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特别举办结合在地文化与景点的甜蜜节活动，让市民朋友深入认识新营铁道历史与糖业文化。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有全糖城市之称，过去我们也曾经在过去台南县的时代有苏焕智前县长办过世界糖果文化节。那我觉得其实由于台南市是糖厂最多的一个县市，那本身在新营总厂的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经营得非常非常漂亮，荣获2020世界景观建筑师的大赏卓越奖。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富有历史跟人文意义的地方来举办台南甜蜜节，那是再好不过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新营糖厂的地方，我们能够让这个地方营造成一个继长盛营区之后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值得你一来再来。所以那个在新营有天鹅湖，有长盛营区，有地景公园，它连成一线。我们希望说能够再造更多许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新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永康区第一栋公办都市更新所取得的社会主体，上午由市长主持开工动土仪式，总共110户，将伫113年底完工，希望会当降低青年甲弱势族群大的负担。这片位于永康永林高中对面的基地，就是原本前中里村，市府甲国防部合作，将管村土地拆除活化，顺利进行都市更新招商。其中无想触电2亿的公共设施，加上社会主体开辟，总体市库节省10亿的开销。上午市长吴伟霆亲自主持开工动土仪式，在这边大家乡亲拢到场见证，场面相当热烈。一相同，台内平安，天地英公。一相同，永康好顺利，就得红衣。三相同，转港电我们气温相拥。有家当到贵宾，将来评奖签名的。会中伫人西座顶用办喜事的心情来庆祝动土，都下局长表示，将将取得110户的社会主体，预计113年底完工。而这嘛是永康区第一栋的社会主体，来个加上其他区域，全市到明年底将2900户。这是永康的第一栋，但是全台南市的1100多户，这总共有110户。
但是我目前为止已经动工的社会宅有1170几户哈。那预计到明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动工或正在新建，已经就是说不是纸上作业，已经开始动工、开始新建的有2900户，啊，已经，我想说，希望说这些社会宅有些再早一点动工，像在仁德那边已经去年就动工了哈，去年底今年初就动工了。那我们希望说都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我们这样子能够把公共利益极大化，那把这个民众的公益能够做得更好。台南推动社会主体现金目标对2000户已经增加到4200多户，搭配租金补贴、包租代管等政策配套，希望降低青年甲弱势大的负担。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5月份疫情爆发以后，日本均拿介关键疫苗给台湾。市长黄伟哲为了感谢日本的帮助，特别造册给住伫台南的日本人来注疫苗。5号由奇美医学中心安排32位日本的侨民评估甲注射，市长也到现场关心。5号下晡，市长会特别来到奇美医学中心，来关心住伫咧台南的日本侨民接种 AZ 的状况，并借这摆机会，搁一摆来感谢日本。伫咧疫情爆发到9月，拢也是陆续咧关进疫苗到台湾，所以特别伫下晡安排时间来到现场关心疫苗注射。我们今天来看看一些日本的朋友们他们的施打状况哈。那基本上我们提出这个让在台南的日本人日本朋友能够先打这个疫苗哈。我们这当然是透过日本人协会他们的一个联系与安排。那基本上也尊重日本朋友的选择，不论是他们要在第几梯次施打，不论他们还是要优先施打，还是他们认为说除了疫苗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们都尊重他们的一个意愿。当然这个部分是这样子，所以谢谢野崎先生、野崎理事长，还有谢谢奇美医院。然后我们今天特别来关心，就是说他们这一波的集中施打的这个状况。即摆会当顺利，互32个日本侨民安心来奇美医学中心接种。爱特别感谢台南市日本协会的会长长野齐孝南的大力协助。过程中透过会长的协调，互做册真顺利。会长也表示，非常的感谢市长替台南的日本人努力甲关心。那所以还有台南方市长也是一直努力，建议中央要优先日本人施打。那所以今天的施打是就是卫福部，还有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台南黄维哲市长的努力，做得到的，很珍贵的机会，很感谢。我记得是我旁边我认识的日本人都说，台湾的疫情控制非常好，而且施打疫苗也是有听到日本人有机会有限施打疫苗的机会，所以我记得听到的日本人的声音是真的蛮开心，很感谢台湾的朋友，还有台湾的中央，还有台南黄维哲市长。那么我们很感动的是，日本朋友不要优先，他们是希望照中央的这个顺序，那么个人的意愿来做选择，所以没有优先。但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是一个专诊，所以当时跟野崎会长讨论，野崎会长就说一定要照中央的规定，时间到了，那么来接受这个注射。所以今天是第2剂，那么已经符合中央规定以后，这个来注射这个第2剂的疫苗。我们能够提供的心意就是安排一个专诊，安排日籍的医师，我们骨关医师，还有这个通晓日语的医护人员来协助这个施打，表达我们的感谢。奇美医学中心为特别应应这摆接种，特别安排留学日本的一般内科主任钟坤明，还有日本籍的医师骨关关浩，协同精通日本话的护理团队来协助接种的流程，更加接种的注意事项翻成日文。互日本侨民伫咧接种的过程中会当更安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10月11号就是国际女童日，米兰时尚发型集团响应世界电梦会，资助1000位女童的行动，特别伫咧集团的总部举办开跑仪式，
则会为6岁女童的教育权来发声。米兰时尚发型集团在总裁柯汉忠的号召之下，结合旗下23间分店，率先加入世界展望会，帮助儿童计划，成为25位6岁女童的资助人。难题是，米兰时尚经为民国97年起，就17有员工以及顾客，长期支持世界展望会国内外各项的活动，也举办多场义展，并连续12档响应饥饿体验等等。当年对着公益的付出，也让柯汉忠得到2002年好人好事代表。我们能够发起这绵薄之力来协助资助并且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代言人，我想这非我们莫属了这也是跟我们非常有连结的了那再来其实我们的客人有60%以上也都是女生所以其实女生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绵密的，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世界展望会可以帮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让我们更能够去了解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我们的女童们避免她们成为童工，避免她们可以成为一个童媳妇，对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全球每当有1200万女童因为嫁娶失去继续上课机会，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做伙关心6岁女童，改写因的命运。每5个女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女孩子，她被迫在青少年时期或是儿童时期，她就要出嫁。这个原因是因为不管是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他生长在贫困的家庭里面，特别容易，因为我多养你一个人，我就要多一份碗筷，多一份食物让你吃。可是我的经济已经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他的父母是会为了钱而让他的女儿出去跟有钱人结婚，或是跟其他年纪长他很多的人结婚。有鉴于此，台湾世界展会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女童的一个需要跟压力，所以我们发起了资助1000个女童，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女孩子有所改变。每个月700块爱心赞助，就会当帮助6岁女童。台湾世界展望会甲米兰时尚发型，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帮助6岁鼓励囡仔努力学习，台南市国内的赛主会结合做伙，由北门赛主会会长邱伟堂带领会员，前往开完国小，捐助8万块的教育经费，帮助夜光天使班的学生，希望因克服困难，认真读册。开完国小成立夜光天使班，目标就是要帮助6岁家庭囡仔在下课了后有一个免费安心学习的场所，并有安排教师提供功课指导以及免费暗顿，减轻家长的负担，让家长会当安心功课。自96年开办至今，夜光班也曾经培育出总统教育奖的小朋友，得到总统亲自颁奖的殊荣。为了鼓励这些小朋友继续努力上进，并减轻学校照顾经费负担，台南市北门赛主会已经连续2档联合各友会做伙来捐赠。北门狮子会、还有仁爱狮子会、古都狮子会那永恒狮子会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开元国小帮助弱势学童让我们开元国小的夜光天使夜光班。还有我们战鼓狮队，能够从96年就开始，来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童，有那个减轻家长的负担，让家长可以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小朋友都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现在一点点小小的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到，我们其实都还蛮开心的。那也期待各位就是能够让我们抛砖引玉，有更多人来做这些行善的活动。希望各界能够踊跃的一起来共襄盛举，然后一起为我们这些学童啦，然后来多多的照顾，能够为小朋友尽一点心力，是我们狮子会该做的事。开完国小校长李天旺
对着赛主会连续2冬关注学校夜光天使班的暗灯经费，表达万分的感谢。我非常感谢我们北门狮子会我们邱会长，还有我们仁爱狮子会邓会长，还有我们古都狮子会陈会长、永文狮子会吴会长，4位的会长长期来从去年开始对开元国小弱势孩子的补助，包括我们夜光天使班，还有我们的舞狮战鼓队，这2个班级跟队伍都是由弱势孩子组成，他们发挥最大的光亮，把灯提得高高的，照亮了我们的开元国小。赛主会关注活动由开元国小校长李天旺代表受证，校长也勉励夜光天使班以及全国队的囡仔爱努力向上，唔惊经济逆境，继续伫课业也就是在嘅发挥潜能，也期盼每一个受到帮助的学童，未来大汉伫社会上服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阵，嘛当积极做公益来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8月23號登場的台南購物節，目前消費金額已經達到12億。在10月5號進行第1屆公開抽獎，抽出1萬塊以上的7大獎，9個名額，包括2台電動機車。市長會邀請全國的民眾到台南消費，愈早消費，中獎的機會愈懸。今年台南購物節加碼花開的大內容一擺呈現，相當使人期待。經期待是對5號開始第1擺抽獎，在律師的見證由市長吳偉鐵親自來抽，其中1萬塊以上的遊天宮、55寸的電視，加2台智慧型電動機車，隨着採購的跳動以後，來決定幸運的得獎者。第1台的智慧電車，洪嘉能智慧電車，號碼已經出現一半嘍。好的，我們的號碼已經完成了，請市長就大聲的幫我們公布出來。2625349，2625349，這個不能念錯，要不然算我。真的。市長表示，對8月23開始，台南購物節到目前已經累積12億的消費金額，將持續到明年228，邀請民眾消費愛趁早，抽獎的機會愈濟。那我們知道台南購物節到現在。我們今年的這個好禮可以說越來越多，而且陸續在募集中哦。不僅是現在有了第1戶的房子，我們還有很多好禮啊，包括房子也升級了，包括車子也升級了，包括這個普獎也升級了。好，所以未來還有更多的這個好禮，歡迎大家來。那今年是第1炮，那所以說我們希望說各位朋友要來消費趁早，要來參加抽獎，因為你越早來參加，會是誰呢？相信大家在線上都很期待自己可以中。參加抽獎的機會越多。那剛開始參加抽獎的時候，那個參加抽獎的人沒那麼多，消費的金額也沒那麼高，所以中獎幾率高。那你越早來參加的話，你未來還有好幾次，除了第1次，我們還有第2次抽獎、第3次抽獎、第4次抽獎，所以你抽獎的機會也變多。那所以說，我覺得其實早鳥計劃一定是要的，好，所以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希望早點參加購物節，絕對好禮一定有機會得到。市表示，民眾只要消費滿100塊，就有機會抽汽機車加價值600萬的厝電好禮，嘛借厝邊疫情過後的振興商機。台南新聞管制何超邦採訪報道。10月是中央敬老月，为了讚揚結婚超過1家子的老翁仔某，台南市今年的選結婚表揚活動，由市長黃偉哲親身獻上祝賀。當時社會局嘛佇現場設立戀愛變革式的翕相區，和阿公阿嬷回憶少年時代戀愛的甜蜜浪漫。
今年选结婚表扬以幸福、爱甲永远为主题，一对一对牵手超过60档的夫妻，一一接受市长黄伟哲表扬。其中结婚上久已经有72档，让人相当欣赏。因拢讲斗阵的秘诀，就是家一点仔体贴包容，加上无条件爱。市长表示，这夫妻充分展现三夫妻的精神，使人感动。钻石恒久远，真爱永流传。台南的钻石婚表扬哈，其实能够结离超过60年，那这个相知相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我们现在最年长的已经结婚超过72年，然后新郎是98岁，新娘是96岁，真的是不仅是福寿双全，而且恩爱恒久。我们非常的这个感谢他们，尤其证明了父慈子孝，那家族又很和乐。那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非常推崇的，也证明台南是有爱的城市，也证明了我们许多市民朋友们对于这个夫妻牵手能够恒久这个是非常羡慕的。为了护士住伫台南的长辈拢当感受友善甲温暖，市府社会局积极媒合民间资源来推动各种老人福利甲长期照顾，希望互阿公阿嬷牵手一家煮的同时，拢是健康勇健，嘛证明台南是幸福、爱甲永远的好社区。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秋冬季节为了避免流行性感冒传染，台湾每当拢会做流感疫苗。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民众挂喙罨，会当减少被传染的几率。不过，基比医学中心家医科医师陈诗瑜表示，为了避免重症甲病毒交互作用，予有抵抗力较弱的民众也是爱做流感疫苗。台湾每年施打流感疫苗已经有几啊档。对民国108年，全面使用4价的流感疫苗，达到更好的保护力。根据统计，对民国108年的10月到109年的9月，是所有人挂喙罨、勤洗手的防疫，流感的病例确实有减少，不过还是有968个人重症，161个人死亡。因此，基比医学中心家庭医学部的医师陈思瑜呼吁。长辈或者是抵抗力较弱的民众，还是要按照时程来施打流感疫苗。今年就是流感季节已经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去预约施打流感疫苗，这样才可以完整保护自己的呼吸道。新冠疫苗跟流感疫苗都要完整的施打，两者要间隔1周。那希望大家可以尽快预约。我们流感比较担心的并发症是造成比较严重的肺炎，甚至需要到插管进入加护病房去做治疗，那会有一定的死亡率，甚至可能造成脑炎还有心包膜炎的症状。那这部分的话，死亡率都是相当的高。目前公费的部分呢，有分9大类可以就是施打的民众，那只要是年满50岁以上的，都符合公费的疫苗的接种的资格，那希望大家就可以尽早的去预约。医师呼吁，为了减少重症甲病毒之间的交互作用，就算民众做过新冠肺炎的疫苗，上好嘛要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只要符合公费的流感疫苗施打对象，上好还是要依照时程来施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